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集嘅中華國錶 channel。咁今個月咧有一啲特別嘅優惠送俾大家啦。咁就係呢一個北京手錶，由即日開始去到12月嘅31號咧，多款北京錶經典嘅陀飛輪咧都做緊優惠。咁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話咧，不妨留意到最後。咁由今日開始，我哋都會有一連串嘅影片咧，同大家慢慢咁去重溫下北京手錶。而今日所介紹嘅呢一款北京前鋒系列嘅榫卯主題陀飛輪。咁首先我哋要講翻12點位置一個直立型嘅能量顯示。咁而呢一個設計咧都幾特別。一般手錶嘅動力儲存咧，大多數都係以打橫嘅設計啦，或者係半月形嘅設計指示盤。咁而但係北京手錶今次嘅打破咗常規，用咗創新嘅直立式柱狀顯示。咁當你戴上呢隻手錶嘅時候咧，亦都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呢一個動力儲存嘅消耗。咁喺上邊咧就會慢慢轉為紅色。咁當紅色嘅指示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就即係同你講係時候要上鏈啦。嗱，咁而呢一個設計咧，我都覺得幾特別。咁而另外不得不提嘅就係喺10點位置就係一個小翼跳日曆功能。咁而每個月嘅最後一日咧，你都會見到有個小翼跳咧就彈翻去起點。而喺3點位置咧，都仲有低調印有呢一個書法體嘅北京字樣同埋 BJ 嘅標記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北京高端腕錶特有嘅一個身份象徵。咁講到機芯，更加係搭載咗呢一個北京自家研發嘅飛行陀飛輪機芯，咁配合翻一個獨有嘅靈燕造型轉架，咁睇住佢轉咧，其實都係一種享受。嗱，咁而機芯嘅提供長達嘅時間咧，就係60小時嘅動力儲存，咁而且仲係一個無卡度游絲嘅設計，咁透過資深嘅製錶師喺手工精準調節下呢一個游絲嘅長度咧，就確保走時精準。咁至於點解佢叫做呢一個榫卯嘅主題呢？其實呢一個就真係要慢慢同大家欣賞下啦。咁北京錶將中國傳統嘅建築精髓榫卯結合，巧妙咁融入咗喺呢個手錶嘅設計。咁只要你側側角咁去睇一睇呢一隻手錶嘅錶殼呢，咁你就會發現精心設計嘅榫卯結構呢，細節就會擺咗喺呢一個錶殼裏邊啦。咁連呢一個真皮嘅錶帶呢，都特別用咗拼接嘅方式製作，咁呼應翻一個榫卯結構美學嘅理念。好，價錢方面咧，就係北京前鋒系列嘅榫卯陀飛輪咧，咁原價咧就係33,800蚊，咁而家咧就只做緊19,800蚊。而顏色方面咧，兩個嘅錶殼咧都係用咗呢一個玫瑰金色，但係個錶盤咧就係用咗銀白色同埋呢一個灰黑色，咁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嘅。咁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即時嚟翻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國潮門市咧，就試下睇呢個實物啦。好，咁今集嘅呢一個北京錶嘅報導咧就完畢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。